继续来看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无头路，伫大街小巷乱逃，甚至来输这个强力股。今仔日透早，竟然举刀来攻击一对过路的翁仔某。这个先生为着要保护太太，互太着伤了。路边头的男子被赶来警察甲热心的过路人当场制服，被饲伫涂骹跪伫咧滚让，大家唔敢大意，因为伊举刀刺伤人。有看到刀了。一直长长的那个提迄杂号对后边的喊救命救命。打到兵变给很大声，十几个年轻人，他们也都不敢靠过去，因为有刀子啊。17透早4点外，男子使强力杆了后，伫巷仔内乱扫，看到一对翁仔某咧散步，竟然举随身带刀啊，冲过攻击。翁婿为着保护太太，伊的头部、下海双手拢叫刀啊划着伤，连骹嘛受伤。好在警方赶到伊，送医检查了后，不要紧。犯前表示说他是误认这个刘男是他的仇家。厝边讲，36岁这男子平常是无代志做，定定会使强力杆，头壳无清楚会去吓惊囡仔，嘛曾经有毒品、切刀甲攻击危险前科，这回被警方以伤害罪移送法办，而且介护就医，评估是不是需要治疗。